香港 Google AI Pro 用家注意 ，Google 香港今日公布 Gemini Spark 正式登陸香港 ，Ultra 用戶而家開始用到，而 Pro 用戶就會由下星期開始分批開放，即係原本要月費799蚊嘅 Ultra 先玩到，之後月費158蚊嘅 Pro 都會有，入場門檻足足平咗80%左右。咁 Spark 同普通 Gemini 有咩分別？普通 Gemini 係你問一句，佢答一句。Spark 就係你交低成件工作俾佢，佢可以喺 Google 雲端24小時繼續做，就算你熄咗電腦鎖咗電話，佢都唔會停。例如每朝自動睇 Gmail 同 Calendar， 幫你排好今日最重要嘅工作。收到客戶 email 就整理重點兼起草回覆，亦可以長期追蹤新聞、股價或者足球賽果，有變化先通知你。佢仲可以連 Google Docs、Sheets、Keep、Tasks、Canva、Dropbox， 甚至自定 MCP。不過要留意，佢做到咁多係因為你俾咗 email 文件同日程權限。公司機密唔好亂放，重要操作一定要自己確認。如果你係香港 Google AI Pro 用家，下星期記得入 Gemini 睇下左邊有冇多咗 Spark。今次唔止係 AI 識答，係 AI 真係識幫你做。